大家都说要我当爹了，大家都说他不方便了。曾经我只是要作业，我在没现在家上学习。现在那个都不让今天嘛，记得后来看见你多些。说到小娃当家都不得，上面没有不上也白白。也说他们世界烦恼了，大家都说他不方便了。曾经我只是要作业。我在没见在家上学习，现在没见着不到今天了，这边都过着那些八百，天天我做这个一节钱，难道多钱到哪没钱吗？这些话在跟着中间了，大家都说他是上天了。曾经我只是要作业，我在没见在家上学习，现在没见着不到今天了，看见现在没有这制度。那个年代那个人叫爷，那个哪怕都拿着这个，那个把我看着烦恼了，大家都说他不分得了，空间我永远要那个这样不的，叫我这个有没啥的有，要是叫我不觉得这个年头他们都要老爷爷，原来我们都很有光景，叫我这些人间都有钱，这个我这个。越是越多越有钱，长大慢慢越来越费劲。到时候年年复苏到面前，把钱都来就来了年年。不少就是家子都是说，没就是现在人去劳动，天天路啊特别挺忙的，大街晚上特别多多的，那个也老有多哟，么是这样子也没说什么热闹。看着这样这边有这个时间越来我就一些路，我就今天老表做到了，大家都晓得不分的了。空间我只是要作业，我在没现在家上学习，现在每天都不大进去。就因为在这大研究呗，多少这些一些就没的，他们在那这边也不能说，现在也当了做成的了。大家都说他不说真的，从前我只是要作业，我在没现在家上学习，现在每天都不大几天了，帮助。给他走呗。这个厂家的红肉。好。OK。好，给我。不错。好不好？行。都学习，好的。OK，哦，对了，姐的，看活的，然后，super，哇，到这里，那个，这边来这个，说现场。